各位大家好，咁我今日咧都係要講翻，即係類似點解會伏噏啦。如果家庭觀眾之前未睇過我前兩條片嘅話，會有少少難接觸嘅。首先我而家依個就影咗俾一啲睇過頭兩條片嗰啲先啦。咁樣其實咧都有唔少人都有曾經喺網上面都即係個 YouTube 嘅片就話伏噏啦。咁其實伏噏係真係有嘅，但係伏噏咧就都睇下你技巧嘅。第一個原因啦，就可能係 P&D 呃你啦，可能個神噏根本就冇咁多啦。第二個原因就係可能 P&D 有錯誤啦。第三個原因就係你嘅描述唔啱啦。呢個我第一集都講過嘅。咁樣咧喺大家咧而家呢幅圖咧就會見到。你見到咧一個神噏嗰陣嘅嗰陣嗰個抽彈錄啊，咁樣喺23秒嗰陣咧，你就會從火艾啦，我照舊用翻艾神同埋天使嘅組合啦，咁樣火艾啦、水艾啦、木艾啦、光艾、暗艾，呢啲就係你神噏嗰啲插入咗啦、加入咗啦，跟住咧之後就有2秒時間轉列啦，再喺上一集講過嘅，咁就係將神噏嘅神咧就轉翻去平時嗰個抽彈錄裏邊咧，就需要有2秒時間啦。咁呢個2秒時間嘅話，你好大機會中奧丁啦。至於水奧丁嘅話，等等解釋啊，同埋代行者、執行者，跟住到翻平時嗰啲啦，廢啲嗰啲啦，即係你平時唔使神噏嗰陣嗰啲抽彈錄裏邊嗰啲啦，咁我不限佢啦，可能有啲5星啦。咁嚟到呢度啦，咁因為你有2批神噏噶嘛，咁樣佢仲有第二個轉捩點就係、當然有第二個轉捩點啦，就係將再轉翻去第二批神噏咯，到天使神噏啊嘛。頭先埃神而家去翻天使，咁有2秒時間咧。咁呢個時候可能仲水奧丁啦，或者代行者、執行者都唔定，我就當佢水奧丁先，水奧丁先啦。跟住咧就之後就到火天啦、水天、木天啦、光天、暗天。啲字有啲樣衰啊，但大家接受下。喺 P&D 咧裏邊跟住仲有2秒嘅時間咧，就係將依個盤空依個第二批神噏咧，就轉翻去你平時抽彈錄啦，即係啲廢嘢啦，3星啦，3星一路上翻去噶，一路上翻嚟呢度。咁樣咧，呢度咧就都有個2秒時間轉捩點啦。就係可能你呢度咧就可能你會中代行者啦，代行者同埋執行者呢度啊。執行者嗱，咁點解咧？你有時候伏噏咧，我首先大約講解一下嗱。大家都知啦，當初 P&D 嘅話咧，就係得奧丁係未有代行者同埋執行者噶嘛。咁佢唯一有嘅就係奧丁啦，同埋水奧丁啦。奧丁同水奧丁，咁因為咧以前 P&D 咧神噏嗰陣咧就得一批神係會即係得一批神會噏嘅，可能佢噏嗰批咧係埃神，咁佢就淨係得埃神噏噶啦。咁即係換言之，即係點講咧？如果佢得一批神噏咧，就即係呢度得一個埃神，呢度到呢度，跟住由頭到尾之後就係到一啲廢嘢啦，就冇咗呢一批噶啦。咁樣有一次咧，喺 P&D 第一次出2個神噏咧，即係可能類似今次啦，就好似火埃同埋天使兩種神同時神噏嘅話咧 ，P&D 咧有一次咧，嗱以下呢段嘢就我個人猜測，不過應該係啱嘅。咁 P&D 就有一次咧，就未因為佢嗰陣就未出。執行者同埋代行者啊，未出執行者、代行者得奧丁同埋水奧丁，咁點樣咧？就即係咁樣啦。奧丁喺呢度，跟住呢度都係奧丁啦，都係奧丁一樣，兩個一樣，即係佢2個轉捩點你都依然會中奧丁嘅。咁然後到呢度啦，因為呢度佢就變咗水奧丁啦，呢度都係水奧丁啦。嗱，咁有咩錯咧？咁其實有咩錯咧？就係好簡單啦，就係當你一開始第23秒一抽，一路去，好啦，去到一個轉捩點，呢個轉捩點你中奧丁噶嘛？呢個轉捩點之後就會好習慣咁去咗白盾女神啦，因為佢係由暗媽轉去白盾女神噶嘛，咁即係你即係抽中奧丁，下一個就係白盾女神啦。咁嚟到呢度啦。
咁到第二批神，咁佢個轉捩點亦都係奧丁喎，即係點解咧？就係因為佢哋同一個程式，大家都係用奧丁做轉捩點。咁電腦程式一個錯誤咧，就會將由呢個奧丁明明呢度2秒同呢個程式一模一樣，佢哋要更變嘅嘢完全一模一樣，又係將一樣嘢直接更變到下一個神，但係好不幸地，因為奧丁更變嘅就係你哋所睇嘅上面嗰度啦。換言之，即係點咧？抽蛋錄咧係會咁嘅，咁一路去 OK 轉捩到呢度 OK， 跟住繼續落去啦，嚟到呢度，跟住 OK 到呢度，咁點啊？因為奧丁嘛，程式又一樣啊嘛，電腦錯誤，翻嚟呢度，跟住再嚟多次，再錯誤，再嚟多次。換言之，就淨係咁樣一講 C 倒轉 C 字形咁樣行啦。咁即係你抽極都，你抽極都係升蛋啦。咁呢個就可能符合表演啦，但係呢個就以上係之後我猜測嚟嘅啫。咁樣咧，P&D 咧點樣去避免呢樣嘢咧？就係 P&D 咧就第一個之後佢第一個用咗奧丁咯，之後第二個水奧丁咯。點解啊？因為奧丁之後到白盾女神呢度再擺奧丁嘅話，你呢度抽到你呢度又會去翻白盾女神噶咯。咁我就開出新成績就水奧丁。咁之後水奧丁就轉捩去火天使啦。一嚟到呢度，咁如果再擺翻水奧丁或者奧丁嘅話，佢會自然又喺呢度重新嚟過，或者喺呢度重新嚟過嘅喎。喺度重新嚟過你又着數啦，但係當然冇咁着數嘅嘢呢個就係上。跟住佢就呢度擺代行者啦，代行者啦就係將暗天使轉翻去一啲3星嘅啦，跟住到呢度就擺啲執行者啦。嗱，呢個都係呢個都係點解P&D 會無啦啦出執行者同埋代行者嘅原因嚟嘅。除咗人氣裏邊佢之外，佢仲有可能呢個原因。不過咧，我建議大家咧，即係都唔好望佢第二批 up 嘅神啦，因為第二批 up 嘅神咧有機會係直接黐埋第一批度，或者有機會係咁樣好似咁樣隔咗一批嘢先到第二批神 up 嘅。咁我建議大家都係23秒嗰陣抽，因為23秒好大機會就係中嗰個神 up 是但一種神嘅嘢啦。咁我今次講嘅就大約係咁多，咁希望大家可以解答到大家有時候對伏 up 啊，點解神 up 啊可以抽8隻都係星蛋，點解可以8連抽都係星蛋啊？咁我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，咁多謝各位。